市的新庄昨暝发生着枪击案，讲可能是做生意有纠纷。这个嫌犯为无故一路对这个被害人到新庄，趁对方落车的时阵连开3枪，被害人的颔棍着枪死亡。这个嫌犯开枪了后，走到家人换车，继续来逃亡。警方掌握着行踪，到沙丁堡一间汽车旅馆弄破门，逮捕3个嫌犯。 警察不要动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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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出来！警察大声喊话，爱嫌犯乖乖听话。手放后面，手放后面，手放后面。警察和霹雳小组拢伫沙丁堡这间汽车旅馆，因为因牵涉枪击案。 警察车停伫咧路中，这是新庄交流道往幸福路的方向。警察伫咧现场找线索，敢是去卫兵看到2台轿车方向顶一个拍直接停伫咧路边。原来白车走着伫咧高高新泰路黄金庄，死者知影了后，伫咧新庄的中环路三段爱对方落车理论，想袂到对方家弹3枪，死者去弹死，嫌犯真干巧，甲车驶到家人继续换车走路。后尾伫咧沙丁堡汽车旅馆叫警察逮捕。 警察查扣枪含枪支侪证物，嘛将3个人全部抓起来。根据了解，这一件枪击案敢若是因为经营的纠纷引起的。全案在6小时内顺利破获，在警询之后，全案依杀人及枪炮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到底是个人假什么冤仇？检警会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